古人話財多財少唔重要，留得住先正係最重要啦。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呢個五福驅災禍嘅方法，記得要聽一聽，對你日後嘅日子一定係有幫助。我哋明明每一年好努力咁工作，但係總係儲唔到錢，左手入就右手出，財來財去一場空，路過財神都留唔住。今日我同大家分享點樣嚟做呢個五福驅災禍嘅方法。首先，大家就要揾一個紅包袋，跟住就準備3粒紅豆、3粒綠豆、3粒黃豆，各3粒就放喺紅包袋入邊，再加個五福紙，咁樣就放喺我哋每日瞓覺嘅枕頭底，放足7日。7日後呢，你就將呢個紅包袋抌到去大路口，又或者垃圾旁邊，咁就得㗎喇。希望幫到你。